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7547个本土病例，74人死亡。卫福部同意专家会议同意高端疫苗保护力。日本大阪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咱国只会当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引起争议。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新存在这个进步。因为少子化，明年大学名额会比今年减少2143个。事后工会是呼吁教育部嘛爱调整公立高中职的名额。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7547个本土病例，有74个人死亡。上少年的是一个40岁女性，伊无做过疫苗，有慢性病。另外，高端的保护力昨嘛通过小数专家会议的认可。指挥中心下晡的记者会，嘛有针对专家会议甲高端第3期的临床试验提出说明，咱做伙来了解。27547位，74例的死亡个案哈，其中年纪最轻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本身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还有另外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其中高端疫苗，第一个它的这个传统的我们讲的传统式的这个随机多国多中心的这个对照组的第3期试验，就是世卫的团结试验，这个是目前现在当初。WHO 只选了两个，那一个失败，现在唯一只剩下高端疫苗纳入这个研究当中。那资料还在分析，好，那在等世界卫生组织来公布，并不是没有通过，或者是失败。另外3个在巴拉圭、在泰国，那这个是属于免疫桥接的第3期试验。那免疫桥接的第3期试验，现在在世界上也广受大家的这个承认，所以。高端公司也都有在继续进行它的这个第3期的这个试验。我们核发它EUA 的时候有附带要求，在 EUA 通过这1年提出保护效益报告。那昨天经过专家审核之后，14-0的票数投票，这个证明它有这个良好的这个保护力。卫生福利部小署昨暗是开专家会议审查高端疫苗的保护力。资料显示讲，注高端疫苗民众甲注 AZ、BNT、Moderna 也是相同，注无同款白注疫苗的民众，伫预防中重症、预防死亡的效果正接近。所以专家会议14个专家拢同意高端疫苗有充分的保护力。高端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 总算报掉咧。卫福部小署初3暗时开专家会议，针对高端保护效益评估报告，甲补充提供老大人重症甲死亡保护力等资料进行审查。结果参加会议的专家14人全票通过，认同高端疫苗的保护效益。对于预防中重症或者是死亡的保护效益，其实他们的效果都是相近的，跟 BNT 还有莫德纳比起来。小署表示，高端数据显示，注高端疫苗的人，比注 AZ、BNT、莫德纳或者是其他混合组的组合比起来，对预防中重症死亡保护效益真同款。伫65岁以上老大人族群也有同款的保护效果。按过前国建署长柯淑媞质疑，高端违反国际规范，无做3期随机分派临床试验，将国人当作是病鸟鼠，不止无科学，也违反人权。因讲是将全民当作是戆人。你到了选前，你突然决定你们要来开一个会，全部给他背书盖章。但是有改变我们国人去日本必须做 PCR， 要不就要补打的这个事实嘛，没有改变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全世界都没有因为这10几个橡皮图章而改变任何事情。小署回应表示，高端公司有伫巴拉圭甲世卫组织 WHO 团结疫苗试验当中进行第3期试验，不过完整报告要等高端公司来说明。目前高端在疫情紧急状况无结束进行 ，EUA 会继续维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伫日本的大阪举行，咱本地是编20亿预算准备要参加，也毋过却无法度用台湾也是福摩萨的名义，只会当用玉山所谓科技公司来报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朝野爱团结，毋通泼冷水，先求存在才可进步。
也毋过国民党团是批评政府也20亿，佮损害国家尊严，要求外交部长吴钊燮驻日本代表谢长廷爱负责。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2015年登场，台湾要编列20亿参加，却因为毋是国际展览局会员，可能用企业形式来参加。不止台湾2字被消失，就连福尔摩斯名字也袂使。会冠名玉山数位科技株式会社行政长苏清昌表示，台湾国际处境困难，和中国打压，伊愿争取互世界看到台湾。我们能够争取到这样，让我们先被看见。让我们先存在，让我们就会渐渐越来越有路，越宽广。不要在还没有达到100分，就是拼命的打击，拼命的泼冷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用国家来参加，那一定是要民间的公司来申请。苏清昌发声朝野团结一致，王美花承诺会和场馆呈现更较侪台湾意象。啊，不过国民党团指出，马政府时期参加2010上海世博会，有冒险用民间身份参加，10亿经费来自民间募款，用台湾馆的名字，批评蔡政府也20亿糟蹋国家。连首都台北拢无法度使用，点名外交部长吴钊燮、驻日代表谢长廷爱负起上大的责任。你用玉山怎么去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啊？保台保到哪里去了？爱台爱到哪里去了？台湾没有，中华民国没有，连台北都没有。台湾不是国际展览局的一员啊，那当然我们要争取哈，就是在里面能够用台湾的名义。日前立委是认为台湾名字无用阮退让，若争取失败，建议莫参加。另外，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批评苏家纯转报桃园工程无讲清楚，苏清昌反对批评张善政为被继续早期的党做门神，家己应该解释清楚，唔通外流，也唔通人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燕，今仔是去宜兰地检署控告县长林志标甲3个国民党的县议员，不是指控讲伊伫担任市长的时，属未市政府的土地，讲伊论文是抄的。伊讲这拢毋是事实哦，伊是为着伊的清白来提出告诉。也毋过国民党是强调讲，所有的指控拢有证据，嘛批评江聪燕是因为选情危险提告在查新闻。律师市新告令，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燕测试到地检署控告宜兰县长林志苗甲3个国民党县议员加重诽谤，以及意图使人无当选。坚持提告，捍卫清白。甲市政顾问团大声喊口号，也坚持提过捍卫清白的牌啊！江聪燕认为国民党选举期间一直指控伊属被慈善论文抄袭甲偷的刷照，不过毋是事实。国民党自拍写抹污，已经对伊个人造成伤害，你则无提过，毋但袂当捍卫清白，对市政顾问团的名声也无法度交代。所以，我们今天正式的提告，不能让这种不公义、不正确，甚至是伤害别人清誉的选举方式来得逞。那所有的在记者会上面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有所本的。那至于他盗采砂石的部分，法院已经很明确的就已经判刑了，而且已经坐牢已经出狱了哈。国民党表示尊重江聪燕提告，不过讲这是有根据的。像江聪燕偷采刷照，经过法院判决认证，江聪燕也搁捌入狱，而且江聪燕选择性提告，这个是安怎前立委黄国昌讲伊甲乌道交结，伊却无提告，批评江聪燕是选情紧张，才对国民党提告，想要转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政府初三公布讲，公用的脚踏车要换做 U-Bike 系统咯。明年底进前会设300个站。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就讲，感谢黄伟德接受伊的政见。也毋过黄伟德方面是表示讲，台南市交通局早就有这个规划咯，甲选举无关系。警方讲的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明年3月开始，将 T-Bike 专门改版，引进 U-Bike 系统。明年3月先设伫77站，明年底300站，并且以扩大500站做目标，要改善过去 T-Bike 自行车系统向讲无好的状况。我觉得车子比较多，然后点也有比较多，不会只有2个点。哦，不像说过去好像
要走一段路才会有车。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不过消息一出，嘛引起讨论。单纯的市情，嘛变成选举双方的攻守。对此，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一讲，今年9月22号就讲出台南爱全民台湾U-Bike的政见，只要对民众有帮助的拢支持。感谢黄伟哲市长对近伊的政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所提出来的，只要黄市长过去不做，现在愿意跟随，对市民有帮助。那包括老人健保。还有营养午餐免费，如果黄市长也愿意跟随，我想对台南市民都是幸福的。黄伟哲的竞选总部对此嘛回击，任何政策的规划到执行，拢未一日就完成。过去高雄区就多次提出大方向的改进，替换自行车的系统，无可能是抄谢龙介的政见，选民家己嘛有判断。其实早在交通局的业务报告就已经清楚向议会来做呈现。谢龙介就是不常到议会去开会。才会不知道，常把黄伟哲的政绩当作自己的政见。选举剩下3个礼拜，黄伟哲嘛有计伫后礼拜，才会请假专心投入去选战，会当有期施教双方的议题攻防会更较激烈。外界嘛持续来关注南部选情较冷的状况，才有法度升温。记者郑云台报道。之前因为景气真好 ，IC 设计厂为着要抢晶片的产能，会甲大工厂签长期的合约。也毋过一间 IC 设计厂宜良电子伫初三宣布讲，为着要清库存要甲大工厂一签就签3档的合约解约，第4季会甲违约金赔予业者。这嘛显示讲电子业景气真正是无解好。IC 设计大厂宜良昨举行发说会，除了公布第3季制度，嘛宣布会伫本季提前解除甲中央大工厂签约的3年期产能保证合约，并一概支付违约金。我们希望在今年的第4季，我们会提前违约，这个违约金的呈现呢，所以我们在第4季，我们初步的这个判断大概整个盈余大概会变成一个小赚或者小亏的局面。外界关心是安怎宜良甘愿面临可能会了的局面，嘛要违约。宜良董事长叶一豪指出，市场买气真差，今年笔记型电脑订单比去年减一半，整体库存的销路比预测的更较慢，只好违约。国家一概付完违约金的好处都是无代志啊，因为未来情愿计销恐惊会继续落去。有业界人士是讲，未来恐惊出现更较侪 IC 设计厂违约的情形。应该都是体质比较小、比较差的中小型的 IC 设计公司，他们恐怕无法去承受所谓的来自于客户退货以及所谓的库存端的问题，所以说他们要急于周转现金，而不能够持续的进行投片的状况。无定就是受到违约消息的影响，宜良今仔日的股价开价走价，盘中捌挖近6停，显示投资人信心受到打击。专家是预测半导体产业明年景气会先落后起，等候库存消掉了后，才有起价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去年1月落南去屏东视察，嘛只是讲高铁爱伫屏东来设站，嘛讲高铁的屏东站附近会当规划南部科学园区。今仔早起，这个园区的开发案伫环保署的审查，总开发面积是超过73公顷。南科管理局表示讲，有规划绿色材料、太空科技等新兴的产业。去年年初到屏东视察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高铁唔若延伸到屏东，另外为着要加速南部科技龙大的成长，吸引投资，嘛要伫高铁屏东站周边设置科学产业园区。这个地方的土地都是台糖用地，占74%。经过1年多规划，案件4号伫环保署举行第1届环评审查会议。南部科学园区屏东园区是伫屏东市，开发面积78.83公顷，拢是大糖土地。国科会表示，屏东园区的开发案当串联南台湾园区，因应高科技产业布局，还有延续产业聚落的链接效益。然后我们所以规划了向北往嘉义，向南往屏东扩散。屏东园区会引进智慧农医、绿色材料、太空科技、其他新兴科技产业。不过，一个产生有害事业废弃物有5.1吨，环评委员认为比例实在伤过悬。有害废弃物是一般事业废弃物的50%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事业废弃物。怎么会那么高毛委员认为，园区应该量早引进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未来厂区
经营的方式哦，应该尽早规划。南科管理局强调，会打造永续绿色园区，带动经济发展兼顾环境保护。但第一个审查环评委员针对空污减碳、用电放流水、废弃物等议题，拢表达关心。记者曾志成台报报道。来看台船公司最近起一栋15层楼高的大楼，要互台船的员工会当用比市价较少的价数来买厝。这栋大楼大约2栋半会当完工哦，价共有190外块，也毋过有将近2000个台船的员工登记要抽签。大楼楼管15楼地下室停车场拢总3楼，未来这栋合作传家宝的建案会伫高雄小港区，是专属台船集团员工才会当买的厝，预计2年半完工。愿意来投入的人本来就不是那么多，那这几年我们的公司在断层之后，我们招了很多的新人。可是这新人进来以后我们如果要训练个3-5年，他们的技术才能够成熟。可是我们敌不过台积电的这种大量的惜才。台船集团3000名员工扣除家人抢，有将近2000名员工登记。爱绑约5栋等于厝5栋内底袂当买卖，员工嘛是爱伫个5栋内底拢是台船的员工，爱借厝要留住因的人才。年轻又没有房子，又结婚了，这个我们都会优先，就会增加这个抽签的这种次数。2房、3房、4房，那基本上的话是达到我们希望能够让员工买得起的角色去做。虽然数量无多，不过台船表示已经在找其他的土地，无排除要设第2个建案。在疫情中，我们整个移工人数下降到68万。那从2月开始到现在，全国的移工人数已经71万多。劳动部表示，这几档因为疫情管制移工，使得产科产业欠工更较明显。但随着疫情变少，今年移工的入境人数已经增加到71万人。劳动部嘛努力，互欠工的产业甲求职的民众，拢会当维护成功。记者王路静、陈显坤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的中央银行初三宣布讲，嘛要对美国新利息3码，创下33年来起上侪一届。也毋过嘛强调讲，未来应该袂阁起啊遮尔厉害咯。英国的财政大臣是讲，目前上重要的是爱控制通货膨胀，所以才必须爱升利息。伫美国联准会第4遍升息3码了后，差不多是中央银行的砍级的英国兰银行，伫个初三嘛对咧调悬3码，创下1989年以来上大的升幅。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伫个初三来召开例会，以7票赞成、2票反对，甲基准的利率对2.25%调悬到3%。Today we've increased bank rate by 0.75 percentage points to 3%. This is the 8th consecutive increase in bank rates since December of last year. We've raised rates by a total of 2.9 percentage points during that period. 一捆头就调悬3码，安尼互英国的利率创下2008年11月以来的上界悬。这嘛是英国央行小连续第8遍升息。英国央行顶一遍是伫个9月22升息了后，一直个拄撞着政治甲金融市场来搭钱。苏当时前首相特拉斯伊杀出450亿英镑的减税方案，不过安尼做煞互英镑的汇价扯价到上低，必须英国央行就爱出手来救援。特拉斯了后，伊嘛落台。不二个自英国再度换首相了后，英国央行发言就转较回软派，这嘛是致使英镑伊无称权颠倒落价，安尼互美金落破到1.12的这卡刀。英格兰银行嘛预测讲，伫个2023年规年，还佫有2024的顶半年，经济会陷入斜价，时间会比2008到09年的金融海啸要搁较长。We can't make promises about future interest rates, but based on where we stand today, we think bank rate will have to go up by less than currently priced in financial markets. 亨特伊嘛讲，升息了后，这对贷款的家庭还佫有企业来讲是真硬斗。不二个央行因优先的任务，就是爱来压制通膨，升息有符合着任务的目标。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法国国会昨因为开会时出现种族歧视的言论，就生起了困扰。一个非洲的议员针对非法移民议题发言的时，另外一个议员就倡议讲，叫伊返去非洲啦。法国国会嘛考虑讲，敢要来针对这个发言做处分。absolue
Les prévisions météo indiquent une détérioration significative du climat. Pas du tout. 话讲到一半，相同互人打断，而且是真有情义会，听起来亲像因应该登去到非洲，或者是伊应该登去到非洲。现有其他议员对牵涉种族歧视言论真敏感，当场大动作反制。Quel est le député qui vient de prononcer cette phrase? Pardon? Je fais une suspension de séance de 5 minutes. 后来知影这言论是来自具有排政党国民联盟的议员佛纳斯。佛纳斯表示，伊言论并不是针对毕龙哥，而是咧讲为海上到欧洲的非洲移民。迄时阵，毕龙哥咧针对一只伫地中海航行，在乎数百人救安全，做无伫指定港口靠岸这个问题发言。毕龙哥事后强调，伊伫法国出事是法国的国会议员。这种言论互人感觉真见笑。根据法律发音，这两句话伊甲因为佛纳斯的表达当中，差不多是听不出差别。有可能时间，国会议员做会其中一位要求马上制裁佛纳斯。Si vous voulez que je prononce une sanction immédiatement, c'est seulement le rappel à l'ordre ou le rappel à l'ordre avec inscription au procès-verbal. Et compte tenu de la gravité des faits,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préfère renvoyer au bureau plutôt que de prendre une décision sur le siège. 法国国会要伫拜五来进行调查，有可能对佛纳斯这次必要处分。右派国民联盟反移民立场一向坚定，领导人马林勒庞支持佛纳斯的言论，批评发言互人故意扭曲。法国总理部分对国会发生这段插曲表示，政治主义伫法国民主当中绝对无立足的空间。公司新闻黄文玲评论。来看高雄，今年1月到10月啉酒赛车案件是比去年增加2成3。高雄市政府伫8月份就提出讲3000块的检举奖金哦，望讲鼓励民众看到有人啉酒赛车，会当主动检举。汽车速度真紧向前冲，无动一只拢按互拿去。这是10月底才发生的酒驾汽车弄选举舞台事故。一般路人零检到的酒驾更是坐假算未了。高雄10月酒驾案件289件，虽然比去年同月较少，但1月到10月总案件有9145件，比去年同期加23%。为着阻挡酒驾，高市府8月首创酒驾检举奖金。民众需主动提供酒驾的时间、地点、车牌号码、车辆的种类、颜色，还有行车的去向。然后检举完之后，由我们原警查获，我们就会依据此办法颁发相关奖励金。民众看到酒驾，会使向分局也是110报警，提供发现的时间、地点、甲车牌号码等资料、楼名甲电话。警方抓到了后，机车奖金1000块，汽车奖金3000块。警方提醒，这个奖金无适用坐酒驾这车辆的人，但民众烦恼互弄着，表示看到酒驾会先闪避。你就直接想闪他，你怎么还会想去检举他呢？除非是说你是在人行道看到他的话，可能就是他飘啊或什么，你才会想去检举他。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的话，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奖金会使变做检举的动力，但因为民众普遍唔知有这个消息，目前还未收到检举案件。年底每月食饭的酒驾高峰期搁要到啊！警方除了鼓励民众看到酒驾爱勇敢检举，嘛呼吁驾驶千万唔通酒驾，以免受罚。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县政府逐当拢会编上千万宗教活动的预算，也毋过有议员就质疑讲，这个预算会去影响到其他预算。今仔早起嘛伫县议会投票表决，县政府是动员宗教团体到现场。议长认为讲已经影响到会议，嘛甲民政处长赶出议会。为要支持花莲县府编列6000多万宗教预算，各宗教团体透早干部就到议会。虽然大部分的人拢无愿意表达意见，但过拢希望预算能过关。你这卡过对阮来遮，像卡，过对这内底的人啊。啊，恁今仔日来是创啥？我就讲对阮来，我会知啊。不过，宗教团体到场，副议长郑宝万认为，县府动员根本是要互议员压力。上期当多佫将民政处长赶出去，佫对宗教团体发声，那宝万用伫选票顶悬反映。你既然抗言，民政处的预算不审，花莲县议会这么黑暗，这个预算都不行。被赶出去的民政处长林金虎无愿意表示意见，强调主委是表达遗憾。议员是希望民众应看清楚花莲宗教预算甲其他县市比起来有偌含，呼吁县府爱掌责。真的对我们整个宗教的团体是一大的伤害。当然，我们会从我们的选票当中选出我们
该有的预言。我们那么多的基础建设都要做，都在喊没有钱，但是为什么公庙补助或者是宗教的补助要编这么多预算？花莲县府导办宴会编列1000多万，劳资会引起外界批评，最后挡袂掉民意，选择无要执行，造成预算堆减。不过县府也是继续编列6000多万预算，续办5教联合祭天祭宗教活动，和好会关系搁一办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里有一个65岁查甫人，伫店里食麻糍去压着，无法度喘气哦。加在对面就是警察局，警察赶紧帮伊用哈姆立克去救发，先将麻糍吐出来，再去帮伊做 CPR， 将命救回来。医师提醒讲，是大人、是大哦，也是囡仔伫食这款物件，上好是切较细地才较安全。一个女性向乡公公甲分驻所报案，几十名警员赶紧冲去对面的点心档。一个姓陈的男性面已经反乌，无法度喘气，警员甲扶起来，对后壁甲伊摸咧，出来要互男性甲剪掉的物件吐出来。在路上，有呼吸啊！经过警员的急救，总算是吐出剪掉的物件。不过男性也是无精神，警员赶紧轮番做 CPR， 男性总算恢复生命现象，由救护人员接手送病院。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将噎在喉咙处麻薯取出，再施以 CPR 抢救。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8，姓陈的男性伫分驻所对面的点心档食物件，煞互麻糍夹着，3个警员赶紧急救，加在有甲男性救回来。医师表示，是大家囡仔因吞物件的功能较无好，较够夹着，若发生意外，应该爱先确认，敢袂使直接甲喙内夹着的物件摕出来。应该先看一下口腔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这些老人的话，或者是梗到的人，其实他有时候他根本他这太大块了，可能还没有到很深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把它拖拉出来。医师表示，若真正摕袂出来，得要赶紧对后壁用 Heimlich 急救法。若囡仔夹着，得要用倒头栽的方式，尤其亲像菜燕或者是麻糍这款高高搁黏黏规地的食物，要食上好是切较细地的，会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高山的高丽菜甲平地高丽菜拢会大出，也毋过有平地高丽菜价销是较歹哦。伫云林的北港有农民就载规车有荷糖加过高丽菜，一粒卖15块，所以真侪民众小争抢。农业局是表示讲，目前高丽菜价销阁算是真稳定，所以来办活动来导销。云林的农民当咧采收高丽菜，就要先甲糖价部分减掉，才当可能去箱仔送到市场。目前拄好是山顶高丽菜和平地高丽菜大出的时间，所以因为气候的关系，高丽菜品质无啥稳定。温度足悬的，伊个糖足高的啦，逐区的品质拢无讲介好啦，价销是平平啊啦，嘛无讲足好的，嘛无讲足歹的。应该这个是早的菜啦，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在砍啊，刚好是跟山上的交接啦。来到北港，有人载规车的高丽菜，一粒高丽菜15块价销伫咧卖，吸引真侪人来买。云林县政府农业处也讲，目前高丽菜批发市场的价销平均是20块，高丽菜需求量也因为天气反冷大增加。要用安全起名，不能喷药都会虫就出来，就会吃到这样。这个价钱哦，大概30-50块。30-50，安尼真正俗啦吼，15块俗啊吼。对啊。在批发市场的批发价大概平均有19到22块之间，那目前都还算稳定。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云林县今年自期种高丽菜面积大约是456公顷，比去年380公顷增加76公顷。落尾也继续来观察市场的状况，办理相关行销活动，推广消费者食在地出产的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强哦，有3件文物摔破去。国强是强调讲，敢若有1件是人为造成的，嘛已经有一个人互记大过，一个人互记2届的升阶。国强服务员的院长张马上公司的节目嘛伫节目中公开回释咧。我们真的很抱歉、很遗憾，这个故宫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国人同胞可以理解，这个文物的伤损是免不了的。国强3件文物摔破去，国强院长吴密察伫公司的节目顶悬回释咧，嘛说明3件破去的国宝当中，唯一互认定做人为所失的清朝乾隆青花发挥盘无设置摔破的过程。南部河的底部的布
有一些脱落了，所以他想要把它再连回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把它给翻过来了啊。当翻过来的时候，就两个纹路就掉出来了。掉出来，还好一个纹路是他用身体去把它挡住，让它没有掉到地上去。另外一件就掉到地上去了。那掉到地上去那一件，就因为这样破了。国中飞亚科的人员5月19整理文笔的时阵，后巴内底有6件文笔，其中一个人甲4件摕出来，煞无留话讲内底有文笔，嘛无甲后巴扣互掉。那另外一个同事发现后巴下骹的布无黏互按，想要甲黏倒转，了准后巴内底无文笔啊，煞甲后巴规个变过来，还2件文笔落出来。加在其中一个有升起来，那另外一个牵量青花发挥盘煞是摔伫涂骹。经过考纪会调查，佮有同事的说明，确认2个人拢有疏失。初3暗时公布处分的结果，一个人记大过，另外一个是记新改2改。吴密察表示，国中会记调驾驶，包括电状的环境、作业规范、同事的训练拢会加强。另外，这个月嘛会甲国中所有文笔状况拢公开放伫网络顶悬。记者听秀玲、曾建光台北报道。来看大学精选入学委员会今仔早起公告明年招生的名额，是比今年减少2143个名额哦，嘛是8档来上少。今年欠了上侪文化大学伫个人申请，就减少515个名额。事后工会嘛呼吁教育部面对严重少子化现象，毋但大学公立的高中职嘛应该爱减少名额，来减少对私立学校的冲击。少子化冲击各大学淡薄调整112学年度精选入学招生名额，总计个人申请甲翻车推荐69000外个名额，比111学年度减少2143个，8年来新低。今年分发入学有将近2400个文化大学，个人申请减少515个，民团、艺术甲实践嘛减少200外个。全国私校工会指出，就算是老牌的私立学校办学嘛是无轻松。我们预估大概在117年度之前，大概至少会有1/3会退场啊，所以情况会非常的严重，而且又会来得又急又快。大环境就是学生愈来愈少，但私校工会指出，公私校的无公平竞争，互办学袂歹的私立学校可能有问题。全中教指出，高中职受到少子化冲击，搁较早搁较紧，体质袂歹的高中职需要教育部伫财务也无问题进行辅导转型。实际上有一些所谓的秃鹰集团，就相中了这种体质还没有列为亏损的，但是它的校地校产还蛮值钱。他取得董事会多数席次之后，他就想办法的让这个学校减招停招，他们另有所图。教育团体表示，退场条例实施退薪回来审议，确实加速处理有问题私立学校，但除了做有紧放入去专府，教育部会当做的搁较济。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全教会今仔指控主办全民台语认证测验的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拒绝一个目睭看无失踪会员报名考试，伊要求成大甲教育部应该爱提出解释，嘛应该爱提出改善的办法。为着要推广台语文，成大台语文测验中心办理全民台语认证的测验已经有几落年了。不二个全教总伫初时举行记者会，讲有一个视障会员进前要报名这项测验，中心所因为因这单位是自筹单位，需要评估人力、设备，还佫无法度符合特殊考生的需求，拒绝伊报名。这位投诉者跟他提出这样的2个简单的需求，就是题目跟这个答案卡放大，还有延长时间的时候，他又说：“抱歉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请问，题目放大很难吗？全教总强调讲，这个中心明明伫相关的规定内底有表示讲欢迎身心障碍者来报考，而且会看这个障碍者的需求，互因真大的协助。不过，即马说做无够，要求成大甲教育部都要改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设限，然后被排除在外，但是他没有做反应的，那有多少人？那我们今天反映了之后，能不能立即改善？我想是后续我们观察。我们会去协调设备，那请台语认证中心再来办为视障听，专门为视障听障者
再来办一次。那我会请他们评估这个可行性，那尽量要求他们再办一次。成大副校校长李俊忠伊表示讲，知影这个状况了后，已经甲校方来汇报这个情形，嘛请主办中心去协调相关的身心障碍者，因应其需要的器材，若是会当，互这个考生搁办理一遍测验，一直到3个为止。教育部暂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防疫放年了的头一场国际旅展，今仔伫台北举行，邀请15个国家来参加哦。观光协会预估应该会当创造78亿的商机。要互民众体会坐飞行机的感觉，有头届参展的航空业者特别甲头顶冲的飞行机座位踩伫现场射人气。国际旅展开展的头天，早起来了真侪厂商，因拢看好刷落来商机。我们也预估这个4天的展览下来，希望人潮能够突破10万人。OK， 那10万人的话，你去想想看，每一天的人数参观的人潮会达到2万5。OK， 所以我们会预期可以带给台湾人一个出国旅游的一个热潮。有旅游业者表示，拄开放的这站，就入场的高端旅客人数较侪。像年底有针对看年春节顶欧洲线就要卖9成，日本线嘛要5成。另外，陆委会伫初3宣布，初7开始开放港澳人士来台观光就业等等。有香港的航空业者开始准备调整航班。那我们台北、香港的航班呢，现在每周提供了9个航班，高雄、香港呢每周提供5个航班。以现在的运量来看的话呢，我们会随时去检讨，然后增加航班。如果市场的需求量是可以的话。今年国际旅展有来自15个国家72个马主参加，这个马主伫台湾的期间，交通部观光局嘛安排景点大刷团，互因了解台湾旅游现况。记者调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11月19是世界便所日咯，代替专工邀请伫日本有便所诊断师证照的清洁专家相互生效来台湾示范讲，安怎用科学仪器来检查便所的清气度。提出来是件侵入去尿道内底，发现内底是尿胶的线，因此研判要使用盐酸来清洁。另外，包括通风口的风量，也有便所的光度，拢有一定的标准。代替请来有日本第1便所诊断師證照的清潔專家來為便所體檢。人間の骨と同じような塊ができ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ものがないかどうかとか、バイオフィルムっていうですね、微生物のその巣みたいなものができたりするんです。代替特别选伫咧3T 的新乌日站举办示范会，中部各站拢派人到现场观摩，民众也感觉代替的公共便所确实有改进的必要。可以做个免治马桶吧。地上还是会有水啊，还是比如说男生的话，可能就是尿汁还是会有了。代替强调，以往清洁便所拢是由外包厂商用目睭看的方式判断是毋是有清气，各站拢会产生落差。希望引进日本专业的检检制度，建立清洁的 SOP， 把整个哪里有缺失或要改善的部分包括硬体或者是其他清洁的一个程度的改善的话，都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它处理。代替规划先以台中运务段以下的车站来试办，若是成果袂歹，会慢慢推行到全国，以数据化的科学管理，改变旅客对代替公共便所的印象。记者台中报道。有统计指出讲，女性一世人爱开10万块左右买卫生棉等用品。教育部长潘文忠昨伫立法院就表示讲，后学年开始会伫学校免费来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其实咱台湾伫18当前，都有民间团体推广卫生教育，这几档嘛有少年女性来投入，要互查某囡仔来了解家己的身体，为家己来感觉骄傲。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将有想法、嘛将有行动力的少年人。让我也想把一部分的经验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也是。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展览，我们的经验。导览人员用戏剧的方式，带领观众进入这场以月景为主题展览。在观众面头前摕家己写的剧本，搁较真认真。伊是非营利组织小红帽协会创办人林薇。伊个啦，就是伊个啦。
声，你无见笑，我拢你感觉歹势啊。 这个展览内底，因为真侪无同款的故事整理起来，阮就想讲，不如用读剧的方式来去表现，安尼嘛会当互观众朋友感觉到讲，哦，这毋是一个假的故事，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个世间上发生的代志。林美长期关心社会，特别是公共卫生议题。伊伫2019年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传染病学系时阵。 伫宿舍成立以消毒月经无病等为主要目标的小红帽协会，成立3年以来，因甲家己做的月经教材推广去全台湾15个县市、100多间学校。是咧小红帽一开始咧做社群甲倡议的时阵，发现大家对月经其实讲足无了解，也是讲到大汉的才搁去反转伊的观念，其实足辛苦的。 伫个较早之前，就有人意识到月经教育伫台湾是真欠缺。查永环已从2003年开始分享使用卫生棉条的经验，伊认为为生理用品的教学开始做，毋那是一个拍破迷思的方法，嘛会当互生理女性伫月经来的期间，会当感觉较舒适的。 是因为我那时候用到棉条，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好用？因为那时候棉条的包装上会需要写，就是未婚女性请小心谨慎使用，然后还要问医生。把这些全部的东西写下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教我用？月经伫真侪所在，拢互认为是无清气，认为是一种禁忌。小红帽协会甲查永环希望透过公众讨论，拍破迷思。 面对自然的生理现象，唔免阁用大清讲起来啊，嘛袂阁有人因为买袂起生理用品来牺牲健康。记者李亚军、林建如台北报道。来看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最近伫台北市设置18岁公民权修宪基地，今仔开幕，嘛展出真侪无共时代18岁故事，要来为年底修宪的公道案吹票。 你感觉会记得18岁的生活，是搁咧用录音带听音乐，用软碟片兼电脑资料。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收集无共时代18岁故事，伫台北修宪基地举办展览，邀请大家看到18岁时台湾的模样。即马18岁的柯同学甲大家分享，伊头一摆听到同学参加社会运动的启示。我第一摆发现讲，原来毋是讲咱少年，咱阁是囡仔，咱就会当讲，咱会当去。 无看到讲这社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当讲去当做咱家己阁毋知影。其实咱就算阁少年，咱嘛是会当讲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改变。 18岁是真侪学生受到政治启蒙的年岁，台湾几摆的学生运动嘛，成做民主转型的关键。不过因选无选举投票权，所以即阵18岁学生想要呼吁大家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道爱投同意。我们年轻人在上街头去跟不同世代的对话沟通，让年轻人去理解说，其实不同长辈、不同年龄层，他们是怎么看待年轻人的。而且我们也从这个时候，我们让年轻人自己的想法，去让这些长辈跟不同的年轻人去让他们了解说，其实18岁的年轻人，其实对社会非常有想法的。修宪前进，世代同行；修宪前进，世代同行。台北修宪基地初时办开幕展览记者会，青民协邀请下党派民意代表出席，希望伫距离修宪公道上尾的22天，推出1000万以上的同意票。记者林书豪、谢桂玲台北报道。 云林岛啦是银杏的产地哦，银杏干嘛真出名。因拢是用古早的方法，用银杏皂、银杏茶来烘，爱烘3暝3日才会芳更好食哦。有社区嘛靠这味创造商机。甲大灶关顶的银杏带入去篮内，冰冰搁倒入去大灶来烘，同款的动作爱入几若摆，一直到银杏变大才是完成。 云林岛啦是银杏的重要产地，不过逐当拢会有银杏烧无落。为着卖互这的银杏拍算去，社区佮甲银杏烘心肝，当做周边产业。淡的为淡的要较大是爱3暝3日。啊是拢暗时嘛要有人挂下。对，24小时完全不能断火。你若断火，你又要重来啊。这也袂，这籽要肥肥啊！伊这若可以安尼，这籽会裂袂？伊啊籽裂袂，啊你爱搁拔起来。 烘银杏干毋但爱开3暝3日，这烘银杏的工法也真讲究，会遵照古早方式，用专门烘银杏的大灶来烘。伫下骹咧烘的茶，也着爱用银杏茶才会芳阁好食。真侪民众真介意用来做菜泡茶。咱的银杏干吧，足侪种做法嘞，会使摕来
炒麻油酒、麻油鸡做米糕，面点米糕。南绍兴、南冷景嘛，用圆的糯米来做的。银杏干会当保护高心皮，泡做茶饮落也通困较落眠，若帮助民众改善身体状况。即卖也替云林的雨山社区找到农产业的第二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北港的乐龄学习中心的太鼓社团哦，真侪时代拢愈学愈有兴趣，伊嘛常常会受到邀请去表演。老大人嘛讲哦，大家做伙拍鼓，生活袂无聊，嘛还袂破病。老师带学员对音乐制作广告，大家动作拢介真齐。这是云林北港的时代学习中心，有多元丰富的课程，其中太鼓课已经办8年啊，有真侪时代拢真介意来这活动身躯。我参加太鼓应该有4、5年的。这个太鼓的动作，一开始我真的是手忙脚乱，除了自己要靠自己不断的去背，不断的去看影片，不断的去练习之外，我还会跟大家的学员说，我们是如何去记这一套方式，然后与大家彼此交流，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广告对老大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运动方式，唔若规身躯拢会当着，佮有队形佮动作爱记，会当加强记忆力。先开始真侪时代是一条歌都记袂牢，不过逐礼拜来这上课，大家互相交流，同齐进步，心情是轻松佮欢喜。配合一些比较轻快的音乐，手啊举不高的，就是打完之后手就会举很高。借由节奏跟动作还有队形的变化，可以就是活化他们的脑力，然后延缓他们失能的这个状态。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讲，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像我平常在跟他们一起打的时候，我也会忘记，但是他们可以记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咱人食老，老化是真正常的代志，袂当改变。不过身体器官若无照顾保养，就会豆豆退化，甚至致病。所以若准会当保持运动习惯，心情放轻松，身体健康，才会当甲老化速度放慢，减少失灵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